眼前这一片好壮观，你会觉得你在一片金黄色的浪漫里耶。要看给，是，要还吃哎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柿子，柿子叫吃哎。那如果柿饼呢？吃饼。好吃饼。对。放眼望去是一片黄澄澄，今年的第一批柿饼还漾着几分深色，日照熟成得时时看老天脸色。一直要往东北边看呐，看远一点的话，它有乌云有过来，我们就要心理准备，就要赶快撤了。传统日晒法被同业笑傻，尤其刘礼健自己还发明了柿饼烘干机，为何弃而不用呢？很多同行也都在笑我们说你傻蛋，我们用干燥机多快又省工，你做的柿饼用晒的损耗率又多，颜色又不漂亮，这样子但是吃起来的风味真的是差一大截。坚持然后变通，柿饼怕湿热，制成又长达9天，一天下雨，利润就得亏3天。天的话没有这个现代机器来配就是真的靠天吃饭的，眼巴巴看着它坏掉。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整夜都没办法睡。于是他改良了干燥室，柴烧炭好，隔绝浓烟。甜的话就是这个摆在2旁，在中间。所以下面烧柴火，这里闻得到柴香，但看不到烟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我们就是有科技的来配合这样。意外的也留住了视觉美景，一山一山柿饼排开，摄影师最爱取景，而一入秋，这里又变成了观光景点。看着人潮络绎不绝，辛苦也随着日光跟着蒸发了。因为很多那个客人都一直打电话说，开始了没？开始做了没？所以是被客人催着赶开工的。对，还有那些喜欢照相的朋友。曾经嘲笑老板傻的同业，有些已经歇业了。老板说这是路遥知马力，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原则。他觉得傻得很值得，至少傻得心安理得。呀黑马给，呀黑吃哎，呀黑马给，呀黑吃哎。